何俊賢議員。多謝主席。喺呢條法例啦，同埋定額罰款增加之後咧，店鋪阻街確實係改善咗嘅。咁但係我哋睇翻個數字咧，係令到人哋憂慮啦。尤其是喺1500幾宗裏面咧，係做6000蚊嘅定額罰款，而有36宗嘅檢控。當之有32宗完成咗啦，而佢嘅金額係低於300蚊至到6500蚊，而低於6000蚊，即係原本嘅定額罰款咧，係有29宗嘅。咁而且咧，你後面仲更加寫到，當中29宗裏面有4名涉及違例超過1次、2至5次嘅，佢嘅罰款金額咧都係500蚊至到6500蚊嘅。即係我唔係在於政府覆唔覆核呢29單嘅個案，反而係話呢一種嘅數字咧，會唔會提醒咗原本已經違反緊阻街，即係1500幾宗，甚至將來可能會喺街裏面繼續有阻街嘅行為出現咧，會鼓勵到佢哋咧去做一啲有爭議嘅個案，或者我大面積犯罪，然後咧就上到法庭之後，其實最高都係攞多500蚊，加埋佢少少時間成本咧，去浪費法庭嘅時間。咁所以政府係咪可以考慮一下同法庭啦或者律師師溝通下咧，俾法庭更多嘅資料，尤其是係原本擺籮菜喺街都已經6000蚊呢個數據，令到呢一啲上訴或者覆核個案咧減少，避免啲人去做一啲去跌入去嘗試去利用呢個法律漏洞嘅空間咧。多謝主席。局長。主席，我哋好多謝議員嗰個嘅問題。香港嘅法庭咧喺基本法嘅框架後邊咧，佢係有一個憲制嘅保障，包括佢哋咧有獨立嘅司法權啦、終審權啦，同埋法院嘅獨立嘅審判咧唔受干涉嘅。所以我哋喺呢一度咧，我哋如何同即係法庭喺度溝通咧？我諗我哋都要係好小心。咁剛才我都講咗啦，我哋幾方面嚟到係處理呢個嘅問題。第一就係咧我哋咧喺修改咗法例之後咧，我哋將來發嘅傳票咧，佢一定需要親身上庭嘅。冇咗書面認罪呢個咁樣嘅選項，咁相信我哋會增加佢嗰個成本咧。第二就係咧我哋都同律政司嚟到傾，就係話咧我哋可唔可以點樣喺我哋交俾法庭嘅資料裏邊咧，能夠更全面嘅、更多嚟到反映嗰個嘅案件嗰個嘅背景咧，同埋嗰個嘅嚴重性咧，以及我哋喺點樣加咗罰款嗰個嘅希望可以增加刑罰嗰個嘅目標啊咁。希望透過啲溝通咧，即係咧法庭可以更加能夠準確一啲嚟到去判佢嗰個嘅刑罰，以及咧第三樣就係咧，我哋都會就住一啲真係我哋覺得好低嘅個案咧，我哋真係會上訴嘅。我哋希望咧喺呢啲咧可以成為一啲嘅案例，將來亦都可以幫到咧，即係法庭啦，佢哋喺判罰嘅時候咧，可以更加嘅準確地去即係量嗰個量刑啊咁樣嘅。冇答你咩問題？我澄清嘅就唔係要干涉法庭，因為局長你唔係你有問題。局長佢提出去俾法庭資料嘅時候，要將我哋最低嘅罰款額都俾法庭，話俾佢知，唔係在於呢個個案嘅嚴重性，係在於你嗰個6000蚊係我哋最基本嘅一個罰款。局長有冇補充？係我冇補充。頭先我講咗就係我哋會將呢啲資料咧同律政司點樣可以更好嘅嚟到交俾法庭考慮嘅。